来继续来看这个郭文泰做市长的时阵，三大案之一的金华城拥挤案，市议会调查报告就得要出来了。郭文泰昨讲到这个案件，佮讲出着惊人的话语，伊讲有道理，但是无违法。只不过这个讲法，议员无被信到。苗碰亚讲，贪污治罪条例三大罪当中，都包含道理。游淑慧嘛吐嘛讲，这道理若无做，恐惊刑法拢爱改写咯。那民众党是来回应讲，看市府是伫合法的范围内协助台北市政顺利来推动。他说图利，我说对了，图利哪个地方不合法？讲不出来吧？讲起着三大案之的金华城，郭文泰又搁讲出惊人的话，即摆是总算讲出嘴，还是又搁失言？清醒，时间也不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那是真的是没事干乱摇的。对，佮强调讲一切合法，只不过议员讲金华城毋是盗警案，却会当以盗警名义处理840%的用这奖励，即摆郭文泰承认有道理，也毋过讲无违法，议员我都认同。贪污治罪条例里面所谓的贪污三大罪，就是包括了行贿、收贿跟图利。在政治上面我们要叫做除弊兴利啦，不是除弊图利啦。再也没有任何一家业者可以不是都更案件，却用都更奖励来获取市值100亿的容积奖励哦。敢有违法，恐惊就要等检调去解答。也过有议员就以前台北市财政局长李淑德做一个案例，当时李淑德伫大巨蛋案中涉嫌道理挽雄，一审被以道理罪判刑9年。郭文泰自认为道理无问题，议员讲敢安呢？大家觉得最不寻常，也最怀疑的就是市府为什么一直开绿灯？合法的范围之内为市政顺利推动而努力，所以就像是既利当尽天下利。郭文泰讲有道理，民众党赶紧消毒。金华城是强调讲，申请用这个奖励以及要用这移转，一切程序合法、合情、合理。因为市议会调查报告要完成8月中嘛拍算要约谈前副市长彭真生来调查案情，和这个案件往真相搁进一步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